台东县的学生囡仔有酒气，无接受治疗的比例是真高哦，可能是偏向欠缺气科医生，嘛可能是偏向学校无治疗的设备。有宗教团体就关乎台东县偏向7间学校气科的诊疗医啊，县政府嘛表示讲会来安排气科医师巡回医疗。 台东县金方乡并无国小，总算有先进人士，关一套气科诊疗医啊，互因有酒气的囡仔会当伫咧学校，互巡回气科医生补酒气，也顺便教囡仔安怎入喙齿保护喙齿。所以我们带的都是 portable 的东西，那个东西的重量比医科要来的重得多，那30-40公斤，这个牙科的治疗也是越来越普及。像我这种特殊身材的牙医师，才有机会到偏乡来服务。 卫福部的调查报告，108年到109年，全国儿童酒气无接受治疗的比例，台东县超过35%，是全国第3悬。台东县机构医生工会讲，台东县机构医生只敢若77位，其中有8成的机构医生伫咧台东市，偏向只敢若靠机构医生巡回服务。 要过偏向学校，如果无机构的诊疗医啊，巡回治疗也真困难。怎么有宗教团体关机构治疗医啊，和台东县7间小学？因为他们那个隔代教养，还有就是外出看诊，实在是不方便。当这些设备放在这里，其实我们讲了哦，是一个最有价值、也最有使用效益、也最有成效的一个区域。 即马台东县偏向学校有机构治疗以外，无到4成。县府讲会甲健保署配合先进团体捐赠。健保署也讲会用专款鼓励机构医生到偏向巡回医疗，互更加侪囡仔有机会治疗因的酒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